一陣陣嘅熱，熱到冒汗，好似潮水撲來。點解係一陣陣？點解熱到冒汗？點樣拆解？下丘腦嘅 KND 神經細胞有頻率 pulsating 分泌親吻素，英文叫 kisspeptin。佢接住有頻率地刺激下丘腦另一種神經細胞分泌促性腺激素釋放素，英文叫 gonad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 GnRH。GnRH 接着刺激腦垂體神經細胞有頻率地分泌卵泡激素，英文叫 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 FSH。FSH 去到卵巢有頻率地刺激卵巢細胞分泌芳香酶，英文叫 aromatase， 把卵巢製造嘅雄激素有頻率地轉為雌激素。以上講嘅頻率一般係28日，所以女士嘅經期係28日。停經後頻率由28日轉到幾小時，即使卵巢已經萎縮，唔會製造雄激素，但腎上腺仍然喺度製造雄激素。但因為卵巢停止製造芳香酶，唔會將雄激素轉為雌激素，身體突然少咗雌激素，會令神經細胞分泌降鈣素基因相關肽，英文叫 calcitonin gene related peptide CGRP。CGRP 會舒張皮膚嘅血管，令身體內部嘅血液即熱血湧入皮膚嘅血管，令皮膚溫度上升，呢個就構成潮熱。所以只要提升芳香酶，便能避過潮熱。呢方面嘅健康食品叫金雀異黃酮。